港5年規劃將會清晰咁樣展述香港喺未來5年嘅發展願景同埋策略方向，涵蓋經濟、產業、空間規劃、基建、綠色轉型以及醫療、教育、房屋、福利、安老等民生福祉範疇，為香港未來5年嘅經濟同埋社會發展指明方向，讓市民對未來嘅生活有所期盼。香港5年規劃會聚焦發展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嘅獨特優勢，鞏固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、航運、貿易中心嘅地位，加快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，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，以及積極發揮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引擎嘅作用，透過背靠祖國、聯通世界，喺國家雙循環新發展嘅格局之中做好參與者同埋促成者嘅角色，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。香港5年規劃、施政報告同埋財政預算案係相輔相成嘅，亦都有好緊切嘅配合關係嘅。特區政府咧會將香港5年規劃同每年度嘅施政報告同埋財政預算案咧有機結合。香港5年規劃係一個頂層政策性嘅策略性嘅方案，而每年嘅施政部署同埋財政資源嘅優次分佈咧，都會幫助推進我哋為喺5年規劃之下嘅重點發展同埋願景，以求咧一步一步可以實現，為香港嘅未來發展推進